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天是1月14，诗篇18篇25节到28节。主爱的人，你用主爱对待伊。顺转的人，你用顺转对待伊。清气的人，你用清气对待伊。不过，奸诈的人，你用圆巧对待伊。困苦的人，你解救伊。自古的人，你解降价。你点到我的灯，上主，我的上帝，把我的黑暗变做光明。因为我倚靠你，会当攻破敌军。倚靠我的上帝，会当跳过城墙。诗篇的作者，互咱会通看见，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款待人，上帝嘛要用安尼来对待咱。愿主帮咱，互咱每一天的生活，因为倚靠主来赢过对敌的攻击，靠主来得胜有存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